观众朋友，早，欢迎收看1月29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昨下晡公布27个本土病例，加44个带病入境。本土个案当中，台北市卖厝中人群聚案各加6例，宜兰大客饭店加4例，汤圆火锅店加幼稚园相夹迄案也各加3个出来。今仔日开始，机场、港口拢爱加强体检。要去金门澎湖马祖的民众爱提供健康声明书，而且有症状的人袂使上飞轮机。若14天内无症头，爱现场做公费快筛。提醒民众爱提早点半钟到机场，因为体检阴性才会当上飞轮机或者是上船。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搁扩大，礼拜5新增加27个本土病例，包含高雄港互相接话新增加4例，桃园夜市相关新增加2例，市体相关的华盛顿幼儿园新增加1例，龙潭的餐厅互相接话新增加1例，前都黑锅相关的加贝尔幼儿园是新增加3个人确诊。这新增的是祖母，然后父亲，然后现在女儿，那女儿就是在幼儿园的。然后再有一位18711是这个1861318613的一个子女。宜兰大开饭店互相小话新增加4例，阿东病房新增加1个陪病家属来确诊，台北市房仲相关新增加6个人确诊。幼儿园里面有4位确诊，4位的这儿童确诊，那1位同事确诊。另外，国内上新的病毒基因定数也出来啊，顶礼拜阁新增加42例 Omicron 境外移入病例，总计国内已经578例本土加境外移入的个案。进一步分析1月以来，国内391例确诊个案内底，无症状的占4%，轻症的占5%，年龄大部分在30到40岁，可能甲乙肝族群的确诊有关系。大概也都是以这个喉咙咳嗽、发烧、流鼻水这些症状为主哈。那我底下有列出来，就是说还有这个像嗅味觉异常这个部分目前是统计只有2位的这个个案有发生。另外，因应本土疫情欠悬，指挥中心也宣布，对29拜六开始，机场甲港口爱加强来检查。到金门马祖澎湖民众必须要提供健康声明书，有症状袂使坐飞轮机，爱到病院做 PCR。14天内底若有症状的人，现场提供公费的检查。若有24小时内底快速检查阴性的报告人，会使免快速检查。无症状的旅客会使自愿来检查。提醒旅客爱提早点半钟到机场检查阴性，才发到上飞轮机也是上船。另外，桃机疫情最近上稳定，前进指挥所改编，后续由桃机应变小组接手相关的工作。记者自综合报道。昨暗时，老牌家电工厂大东公司证实讲，因伫桃园有2个员工确诊，接落来会配合卫生局一调。指挥中心也讲，已经接到通报，今仔日会统一说明。若昨公布的一个印度籍的确诊男性，捌去台北的真济公务机关。昨健保署台北业务组除了并消毒，全部的组员也拢做 PCR， 目前的结果是要袂出来。每一个所在可能经过公共区域，拢正斟酌做好清消。日北暗时，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75例印度籍35岁男性，捌去过健保署大楼办公，市府毋敢代替，马上清消。24号，伊阁去过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台北世贸中心国际大楼、甲内政部移民署台北服务站这个所在，捌接触过相关人员，也拢去做 PCR 检测。承办的同仁只有接触大概只有几分钟，我看录影带就是接触时间并不很长。那他已经也去做了 PCR， 而且承办同仁他还有我们前面有一个那个胶膜嘛，有把它有做了一个遮蔽。OK。口罩大家都有戴，这个我们有去教育代看。指挥中心所公布的南山本土个案感染源无清楚。有2个江大亲人确诊，2个伫桃园北地社区采检站采检确诊。结果指挥按算要出国，所以去台北国机关办代志的印度籍男性，因为出境采检才确诊。去年底的时候，在11月，又返回在印度，去探亲，然后再回来。那现在因为要到美国工作，那所以就自费采检。那这个 CT 值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现在必然要
二采，好，然后看血清检验的结果。暗过自备指挥中心公布的本土案例原本是27例，暗过这个暗时，台中发布重大消息指出，接到桃园2名员工确诊，会配合卫生局疫调，佮强调袂影响公司营运。指挥中心回应已经接到新的个案通报，暗过相关疫调拢还在调查当中，会伫今仔日记者会统一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疫情犹搁咧拖，总统蔡英文昨伫国安高层会议在示，要用谨慎而且莫惊吓的态度来面对疫情的挑战。台北市即摆也公布，过年期间要甲防疫有关到2.5级。市长郭文哲也呼吁民众，若无做过2档疫苗，上好莫伫餐厅内底食物件，外送或者是包顿去会较好势。国内疫情相关自备国安高层会议特别讨论春节前后防疫措施。总统蔡文指示要求中央甲地方政府以2年以来台湾无小做基础，新型评估动态调整，提前部署落实防疫工作，确保医疗量能，莫惊吓，鼓励民众做疫苗。另外，台北市也决定升级春节防疫措施，无注满2剂疫苗民众，除非有独立包厢，若无唔通伫餐厅内底食饭。你又不打疫苗？那万一被感染，很会重病，传染人也比较厉害，那你就不要来搞蛋，你要外送外带，帮你独立包厢我们一开始先这样呼吁。那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现我们台北市真的出现感染的时候，那就要用强硬的手段了。相关配套有卖场人流管制，每人空间至少2.25平方公尺。餐厅员工爱做2剂疫苗，满14天以上，满3个月爱做第3剂。不满12岁囡仔应对做满2剂疫苗民众进入餐厅食饭。市地社区服务据点2月7日到14暂停课程活动甲供餐服务。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活动也限制人数，供餐服务禁止内容，暗过延外炸。禁止内用，但是可以外带，也是一样。到2月14号，也就是社区关怀据点的部分，我们会暂时停下来，到2月14号之后再看疫情状况来处理。国文特表示，若疫情恶化，台北市一天不明感染源本土确诊病例超过10例，一礼拜出现3件以上社区群聚事件，会升到3级，禁止餐厅内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暂时未对咧做，暗过呼吁市民落实防疫措施。市府也针对餐厅做好各项防疫加查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自由时报，副总统赖清德昨甲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相并会谈，伊转达蔡英文总统邀请卡斯楚访问台湾，讲两国的头一位女总统若准会面，对国际女性权利有真大意义。会谈结束了后，赖清德嘛捐送防疫物资予卡斯楚，深化两国的邦谊。接落来是中国时报。立法院临时会昨3读通过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行政院本地编22784亿，除了保留甲军公教人员调薪水的预算，剩的拢总抬调273亿，这嘛是蔡政府上任以来预算抬上济一摆。接落来是联合报，体育署昨表示，考量疫情甲航班。北京冬季奥运的起稿甲刷稿的典礼，咱台湾代表团今年是拢袂出席。中华奥会副主席表示，今年的状况有影较特别，希望选手会当安心比赛。今仔日是过年连假的头一天，天气明显有变化。今仔日风面通过，水气较高，各地头拢会落雨。明仔载到威龙湄受到大陆冷气团落南的影响，温度上低敢若12度。若初1、初2会小可回温，落31号。到初2、初3、初4，雨水是会搁较高，而且会反冷，一直到初5、初6。是到礼拜6，方面大水气落南，气温对明显下降，尤其30。受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气温会较偏冷。尤其到了除夕的清晨，气温是降到最低的。我们预估在除夕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的最低温大概是12度到14度。气象局预报9天连假天气，强调会有4阶段的变化。预告连假第一天全台拢落雨。威罗梅前一天到威罗梅受冷气团影响，白天温度只有12到14度，而且温度一直降低，愈暗时愈寒。初1到初2，冷气团减弱，气温小可回升，暗晡水气会慢慢增加。
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初三、初四有接近大陆冷气团强度，冷空气通过。中部以北、东北部落雨记录增加，继续影响到初五、初六。伴随冷空气南下，初三到初四的清晨，这一波的降雨又会再比较显著一些。春节连假进前上半日最后一天，各地已经出现零散的回乡车流。高公局预估，路南上大车流量会落伫初二。中北部分预估初四车流量上大，预估从初一到初三会是我们南向的尖峰的最大量，初三到初五会是我们北向的尖峰最大量，会预估会有一些比较长时段的拥塞情形。高公局表示，初一到初三尽量下晡的时间出发，避免车潮；初三到初六是呼吁早起时段出发，应避免塞车。另外，为自9开始到2月初六，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上大的汇率搁拍8折。0点到5点，各度暂停收费，民众应加价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鸡卵是大欠货，农委会宣布，29暝进前已经协调主要的卵制品业者、甲大型食品的加工业者，甲鸡卵的库存提供出来，每工80万粒。那另外也请业者和本地通路搁较侪鸡卵。农委会表示，若阵几年了后，鸡卵要是欠货，无排除会为外国进口。到新北沙田堡的超级市场，原本放鸡卵的货架全部拢是空的。北部欠卵不少卖场甲超市的鸡卵拢被卖了了。毋过隔无偌远，较偏僻传统米粮行也阁卖少卵。民众听讲遮有卵通买，赶紧走来买2大袋。那介绍就免先考虑了。现在大家就一个心态就是买得到就。我要行要开我有我反正去贵啊中。头家讲，因的鸡卵卖互百货公司、美食街、店家，一定要确保公平。地点毋是伫闹区，未出现抢卵的问题。二月下晡，卵品业者阁特别调来20几箱的卵。业者讲，过年进前无用试吃，尽量调度，尽量互有需求的人能买到。有缺啊，只是农委会有协助站上调蛋，尽量去补啦。因为快过年了，要让大家有蛋可以吃，好好过年这样。最近鸡卵卖负供应引起民怨，农委会宣布成立平台，为即马到为落暝进前加强调度，逐工应释出1到200万粒卵，主要协调卵品业者甲大型食品加工业者释出鸡卵。10%没有到加工所需要的生产的，都可以调度来我们的生鲜市场来使用，所以我们每天调4000箱，80万颗，全部到我们的传统市场。农委会解释，最近温差大，影响鸡的生卵，禽流感疫情也影响部分产卵量。鸡卵批发价每台斤是44块，农委会讲毋是市场上悬，不过农民则面临市场上悬的饲料价销，农力苦苦支持。那年后鸡卵犹原无够，会为国外来进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有一个查甫人伫3顿半进前去看中医，毋过为诊所行出来时阵，却因为钉仔骹是破大理石，涂骹阁有水，伊穿衬拖经过，煞去互骨倒，摔一个骨头断去。这个查甫人认为诊所拢无标示，也拢无做防止出道的加强措施，就要求诊所爱赔伊92万。毋过法官认定，这个查甫人的衬拖拢穿甲委屈啊，双方拢有责任，判决是诊所赔一半。中医诊所的钉仔骹原本涂骹只有大理石的地砖，不过即马加几啊条防骨条。中医师讲，就惊有人阁发生跋倒意外，但是发生伫2018年6月，一个姓郑的查甫人陪爸爸来看病，迄一天落雨，涂骹有水，姓郑的查甫人骨倒骨头进去，就提告向中医诊所要求赔偿92万8千块。已经很久了。你看，隔壁也都是这么做。以前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以前我开业做40多年了，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姓郑的查甫人指控为治疗甲复健，另外拢无法度食头路，造成身心受创，所以要求赔偿。不过中医诊所也指出，这查甫人本身的衬托已经老旧，而且1年来看医生的情形也哩哩啦啦，无积极治疗，真歹证明骨倒甲受伤了后运动障碍有关系。法院认定这查甫人也要负一半责任。这个已经穿着2、3年，防滑性不足的凉拖鞋，行针细针骑楼。而且没有能这个注意地面的这个状况，缓步行走，或者是跨越湿润地面，
足见这个原告就上开事故的发生也有过失。速度放慢，而且我会尽量避开积水的地方。其实穿布鞋也是会滑的，只是穿拖鞋会更滑。不少人认为，雨天不管穿什么鞋啊，那鞋底风骨磨损拢可能骨倒，尤其天拖更较会骨。认为责任不应该全部是警察来负。双方都因各上诉，申请的查甫人目前无回应。中医诊所表示尊重判决，也随时保持地板大数，避免意外个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就要食团圆饭过新年啊！新竹市有300多间爱心店家做伙参与市府食上饱的补助计划，希望让弱势民众伫过年过节也会当感受到正人的温暖。已经卤8点钟的卤肉，互人看了会流嘴烂。伫要过年啊，厝内经济较困难的家庭，过年可能更加辛苦。新竹市政府甲300多间商家合作，提供爱心餐券。希望因过年的时阵免惊会枵巴肚。只要你来，你言明说我需要爱心餐，我们不会去问说你为什么需要，或者是你必须要什么样的证明，没有。只要你来，我们就给你，这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了。不是说吃很好，但是吃得饱一定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是一些很弱势的，他们非常需要。不要小看这一碗小小的饭，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很温暖。社会处指出，这份食上饱餐食主要是提供弱势家庭有需要的时阵，经过社工评估，会使摕到餐券，会使到有大爱心商店的店头换食的物件。这次的过年其实比较长，大概有9天的时间。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比较不方便的外食。那也因为假期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透过爱心福利社以及假熊爸这样子的计划，那让弱势家庭在过年的时候呢，孩子以及家庭呢都可以温饱，有感受到暖心的服务。今年因为疫情冲击，真侪人头路受影响。头家讲，虽然真侪原料直直起价，不过只要受到会使帮助人，更较辛苦嘛有价值。记者周君和新竹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欧洲真侪国家伫27，也就是国际大屠杀的纪念日这天，拢会举办哀悼活动。以色列国会议长甲德国总统做伙去莅临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献花表示哀悼，甚至有一位已经上百岁存活者受到欧洲议会邀请发表演说，伊特别谴责反对疫苗的示威者，哪会当将历史的伤痛摕出来做抗争的工具？德国总统施坦迈尔、以色列国会议长李维27赴87岁大屠杀幸存者奥尔巴谢鲁斯行入德国联邦议会，参加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的追悼活动。李维发表讲话时指出，以色列甲德国经过无平凡的路程才达成和解，缔造出英勇的情谊。伊特别提出一张属于一名德国犹太查甫囡仔祈祷书，为不幸罹难的死者助念祈祷。结束时阵，李维激动哭出来。גרמניה וישראל בנו גשר הרואה עין בעין את עוצמת הדמוקרטיה וחשיבותה, כמו גם את ההכרח לעבוד יחד כדי לשמור עליה שוב ושוב, יום-יום. 一家人搁去伫个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献花致哀。欧洲真侪国家，亲像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法国、比利时、英国、荷兰27这一天也拢为这次大战期间，之前纳粹统治600万罹难者举行追悼仪式。奥斯维兹集中营有5名无共款宗教的领袖咧读祈祷文。欧洲议会邀请100岁历史幸存者费德兰德鲁斯发表演讲，伊对前届反犹太主义事件感觉烦恼，佮对一寡反疫苗示威者将纳粹当年用来表示犹太人的黄色大会之称摕来大做文章的举动，感觉不可思议。Ungläubig musste ich mit meinen nunmehr 100 Jahren sehen, wie Symbole für unsere Ausgrenzung durch die Nazis, der sogenannte Judenstern, heute von neuen Feinden der Demokratie auf offener Straße schamlos benutzt werden, um sich selbst mitten in einer Demokratie als Opfer zu stilisieren. An einem Tag wie heute
müssen wir zusammenstehen, damit die Erinnerung an den Holocaust wahrhaftig bleibt und niemandem missbraucht wird. 第77周年纪念日进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呼吁所有会员国反制否认纳粹大屠杀甲反犹太主义的言行，尤其伫社群媒体顶悬。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讲到这欧洲的非法移民甲难民的问题，为去年开始就去影响到真济国家，特别是波兰本地是只有用铁网仔甲白罗斯的边境隔开。不过为这礼拜开始，会甲长尾仔的关岛做甲5米悬，而且会阁到热野上的监视器。这长尾仔有186公里长，预计今年6月会完工，要防止难民下过界。这是波兰伫往白俄罗斯边界原本的铁网的模样，两边因互相看甲真清楚。啊，不过这礼拜开始动工的枪灰啊，是由重机具开乌地机，佮徛壁条了后，佮灌浆，显示波兰力气组织功能佮较强大的枪灰啊。Zapora będzie o wysokości 5,5 metrów, długości 186 kilometrów. To nowoczesna zapora. Ona będzie wyposażona w specjalne czujniki wykrywające ruch, w specjalne kamery termowizyjne. 这是去年冬天以来伫港际边界入来非法移民潮，因是由中东、甲非洲到希腊，经过空运等各种方式到白俄罗斯，佮想要经过波兰去德国。啊，不过欧盟各国已经无法度接纳更较侪非法移民，这人就留伫白俄罗斯挖进波兰的边界。事实上，欧盟的东欧会员国大部分正拜托接纳非法移民，也无愿意负担因过境照顾的资源。伫顶一摆非法移民潮期间，匈牙利就安尼甲欧盟去冤家，甚至遭到欧盟的处罚。这摆波兰拄着同款的问题，打算用同款的方式来处理，欧盟是表示赞成。理由是白俄罗斯伫欧洲东西方阵营的对立之下，徛伫俄罗斯迄一边，欧盟指控俄罗斯用非法移民当作武器进行非传统战争，所以支持波兰强化边界安全，加起有现代化设备的枪灰仔。新起的强化安全枪灰仔长度超过两国边界一半，用金属材料，开新台票110亿左右。按过当地出现质疑的声音，有环保团体就讲，起这个枪灰仔会破坏当地珍贵森林甲生态，而且也无法度阻止越过边界非法入境。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来看美国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去年9月完成一个互4位一般民众上太空的历史性任务。不过，其实迄个时阵有一个真好运抽到太空旅行的民众，却因为体重超过，只好把这个上太空的机会让予伊的好朋友，实在真可惜。不过，这个得奖者到即马才来公开这段过程。去年9月15日，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的太空船兼任号在6因9号火箭发射进入太空，在地球的轨道3天了后顺利返来。上个特别的是，机顶4名组员全部拢是非专业的民众，这也写下这个太空旅游业历史发展阶段的大事。这场的旅程是由38岁电商科技大头家艾萨克曼专家来主导市场的机位，伊甲村内名家提出抽奖，为圣裘德儿童病院来募款，吸引民众踊跃来参加。住伫佛罗里达州的航空公司机长史普钦开600块美金参加，抽奖了后才发现家己150公斤的体重超出足以承载113公斤的安全的上限，只有把这个机会转送给家己大学时代室友资深工程师森布罗斯基。It was a contest. I won it. Couldn't accept it, so it's got to go someplace. You picked a good guy. So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to somebody I know who's a spaceflight guy, and that's Chris. 史普钦甲森布罗斯基拢是太空迷，学生时代斗阵开车去看 NASA 太空船发射升空。史普钦甲票送互好朋友了后，并无特别甲别人讲，其实家己才是得奖者。只用在私底下按下心中的激动。I was doing everything I could to hold it togeth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launch. I don't want to show what's actually going on. Not that I'm trying to lie to anybody, but you can't. I'm just trying to keep as stone-faced as I can. 虽然史普钦无到亲身对太空来看地球，不过伊甲这4名组员的亲友斗阵坐特殊的零动力的飞机，体验大约10分钟的太空失重的状态，难得的经验，又会感觉真欢喜。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台温度。
北部地区15度到18度。中部地区16度到21度。南部地区16度到21度。东部地区17度到22度。外岛地区9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日同一个时间，咱再会。